再来看台南市永康一间餐厅传出讲热带动物，有网友指出讲，这间餐厅有真侪铁笼啊，内底拢是猫仔的尸体。台南市的动保处去稽查，嘛证实讲店家开始违法，嘛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台南动保处的人员以及警方来到永康这处餐厅来稽查，因为店家疑似是热带动物，近期有民众发现餐厅后壁的铁笼仔内面有真侪只猫仔的骨头，铁厝内面也有真侪只猫仔，通报动保单位来处理。本案事主疑似未善尽事主责任，而使所饲养的猫咪发生死亡情形，涉嫌违反动物保护法第25条规定，可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。并科新台币2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罚金。动保处是发现笼仔内面是留下3具猫仔的骨头，不过现场并无其他活体的动物。业者是表示，猫仔是朋友所送的，饲养大约2冬，饲养期间有提供基本的饲料甲水，但是猫仔是都小破背，无就医来治疗，最后拢死去，是自然死亡。他们是认为说我关在里面，所以我可能没给它吃，所以我没有理它，所以才会变成白骨。所以他们就说我是把它饿死的，我就干脆尸体处理掉，打完用死我就把它丢掉就好了，我干嘛还要留证据给人家看？我讲难听点，就有点舍不得啦，也希望猫觉得说，就好像自己亲人死掉，你都会舍不得它走。现场有3只猫仔骨头是由动保处的人员带转去生化办公室来保存，后续将会送验厘清死因，专案嘛依法优先移送台南地方法院检察署来侦办。动保处是强调，饲主对饲养的动物有照顾甲医疗的责任，若是有动物受苦致死，将会依法来救济。公司新闻郑混淡报道。